係啊，冇錯啊！依家總價只需要100零萬嘅話，就可以喺呢個地段攞低一套4代住宅啊！關鍵仲係4房。依家買房當然要選擇呢啲第4代住宅啦。你睇睇人哋嘅配套，私人會所、游泳池、健身房，全部幫你安排到位啊！關鍵仲係全部免費嘅。1年慳落嚟嘅錢都足夠你去旅遊2次啊！我真係萬萬都諗唔到啊！91平方可以直接俾你去到4房啊！關鍵仲係100%嘅使用率啊，又白白咁樣送多你1間房啊！就算你生多一胎都完全足夠住啊！出門行2步就係煙火氣十足嘅華發商都啊！平時吃喝玩樂嘅話，喺你屋企樓下就可以搞掂，實在太方便啦！最關鍵咧就係落樓就有港澳嘅直駁巴士啊，20分鐘就可以將你送到港珠澳大橋。總價100零萬就可以住第4代住宅，而且離商場又咁近，返香港又咁方便，你真係要過嚟睇睇啦！